沐晨，我真的好爱你，我的一切都属于你。雨桐，我伤害了你，对不起。你不用道歉，我很开心，我可以成为你的人。虽然龙溪利用了我，可是我真的很庆幸，我们终于真的在一起了。不，嘉玲，就算我们发生了那种事，我们之间还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愿意要我？难道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没有讨厌你，但我们属于不同的世界，不可以在一起。那你为什么可以接受我和星恋在一起？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我是不会放弃你的。嘉玲，我跟你命中注定不能在一起，你明白吗？沐晨，你不要这样子对我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在乎我的，对不对？嘉玲，我不能再让你受到伤害，你明白吗？不要走，我不走。你快走！嘉玲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这样对她，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星恋，你快走，我不想跟你打。你知道吗？我喜欢嘉玲已经很久了，可是她眼里只有你。我以为她能从你这里得到幸福和快乐，但你给了她什么？你给她的只有痛苦和眼泪。我恨你！星恋，星恋，星恋！星恋，星恋，我到底对星恋做了什么？你给龙溪下了一种魔药，体内的魔性已经被激发，稍微受到刺激就会发作。我暂时只能用能量压制住你的魔性。那怎么样才能治好沐晨？黑羽罗盘，罗盘就在我身上。邝叔叔，为什么罗盘没有反应呢？罗盘被封印住了。至于要怎么解开封印，到现在还是个未知数。我已经支撑不。在为他治疗，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！哎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也是因为龙溪下了魔珠，诱发了魔性才会这样的。你离我远点儿，不然我可能伤害的会是你。我不管。如果那天我没有走，而是守着你的话，你跟嘉玲姐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了。如果你待在那里，可能伤害的是你，而不是嘉玲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可是我。但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能喜欢任何人，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。这种感觉你懂吗？雨桐，那时候，我第一次后悔自己当了巫女。但是现在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。雨桐，雨桐，你
种心痛的感觉，我比任何人都懂。大人，魔珠已经融入邝牧尘的身体，很快就会走火入魔。很好，下去。是。暗黑神是上古时代最强的魔王，被神界诛杀后，他的元神就被封印在变异人家族血脉中。牧尘小时候，我之所以没有杀他，就是因为我发现他就是暗黑神元神的容器。如今暗黑神已经按计划被唤醒，我们变异人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。爸，哎，爸，儿子，你不用再藏了，我全都看见了。麦琪他杀了人。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你了。琪琪出了意外，为了救她，我把她改造成了白煞变异人。平时她是琪琪，一旦魔性发作，她就是白煞。变异人靠人类的能量为生，你这么做，不是让麦琪变成杀人的怪物了吗？琪琪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亲人，我不管怎么样都会这么做的。如果是你姐和你这样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爸，你在科学研究方面那么有研究，你怎么就不明白人死了就该放手的道理啊？如果是雨桐死了，你也会放手吗？好吧，儿子，我们不吵了。你听我说，只要你保守住秘密，我一定会想出控制琪琪魔性的办法，好吗？我不会对这件事情置之不理，我一定要阻止麦琪再杀人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！到底怎么样才能解开罗盘的封印呢？最近我市发生了一系列的婴儿被抢案，嫌疑犯为女性，经常在夜晚出现，行动快于常人，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。抢婴儿，这么嚣张，简直无法无天了！雨桐，我知道是谁干的了。